衝動消費其實香港地咧都好常見，但係呢樣嘢咧唔單止會影響我哋嘅財務健康，仲有機會咧會令到我哋成為月光族。以下落嚟我會分享3個簡單直接嘅小技巧，而最後一個心法咧至為重要，記得要睇到最後啊！第一，先儲蓄後消費。出糧嘅時候，先將一部分嘅錢放落儲蓄戶口，而嗰個戶口咧就唔用嘅，剩翻嘅錢你可以盡情享受。第二，設立購物冷靜期。想買一樣嘢嘅時候，先俾3日自己冷靜一下。好多時我哋會俾優惠啦，同埋促銷吸引到，但係翻到屋企諗一諗之後咧，就發覺呢樣嘢唔係咁需要。第三，分清楚需要同埋想要，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嘅：我係咪真係需要呢樣嘢呢？有冇其他嘅替代品呢？我會唔會直接慳咗佢，或者用喺其他地方更加着數呢？轉換咗呢種思維模式之後，慢慢你就可以控制你嘅每一筆開支啦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大細嘅朋友啊！我哋下次見。